如果你屋企有人開始講呢5句說話，可能唔係因為佢老，第一句老啦，第二句唔使睇啦，第三句過2日先啦，第4句食粒藥就得啦，最後一句唔好嘥錢啦。其實好多疾病都唔係突然出現，而係一直拖落去。例如膝關節退化，初期可能只係少少唔舒服，但如果一直拖，幾年之後，可能連行路都開始變得困難。有時關心一個人唔需要講好多道理嘅，陪佢睇1次醫生已經足夠。如果你第一時間想起一個人，今日就 send 呢條片俾佢啊，同佢講一句我陪你睇啊，C-Doctor 陪你照顧每一位家人。最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